其实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上次你不是说你爱吃酸的，无酸不欢吗？现在怎么又不能生了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！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若你如此替朕放心不下张家，朕明天就扳倒他。别闹！既然你不担心张家，你就不害怕我这个性子把你的孩子带坏了？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那大可不必。到时候会有奶妈替你看好孩子。皇上，我不能跟你生这个孩子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。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一定要生吗？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鸭脖、鸭翅、鸭锁骨。猜猜我是谁？杨艳。没急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3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啊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当然，你可以叫我夜行侠。那无需赞我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做好事从不留名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冉冉，我怎么觉得你老在我身边晃悠？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心思啊？那么能够，你是皇后，又是9个心尖上的人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那你说说看，